抢财好，桥段必须重团，这。滔天太岁，从团到洛阳桥墩，莫非我勇志心险，今晚报天来招致，好不容易眼看洛阳桥要完成了，我唔甘心啊！相公啊，不能完成洛阳桥，险我已彩断，因为我面对万岁。愧对洛阳万民百姓的希望的期托，苍天啊！虽然中哦，虽然中啊！红娘出啊！良友护台动，怒气冲手他翻天啊！乘风踏步滚云烟，念出危害重生烟，三米怒涛风翩翩，鬼杀两极呢？数百年前，翻教书，书尽煎熬，因艰苦，无量高边破冲突，杀反退乱求净土。杜冲发为无归境，鬼杀有神变异形。真理有关是一명太医追求，不用气。太当归杀，反不献起啦！来看是何人？原来呀，这先天上帝来查此地，有何贵事？你两人为何兴风作浪，打团陆永桥？哦，
原来是推一个彩蛋拖工拖来的，冇错。求助很爱到非常，那又如何呢？万年前小小彩蛋，一个老爱到作对，要本记将一个求做好。哎呀，爱到以后那有生意要好说啊！现在呢，求出帮我打团，佢在路面上菜，佢过来错桥，我要将他嘅打坏，看住要咪做桥，好入出。小虫有好生之德，只要随我回转武当山，好好修炼，我寄望不久。要是你这么一次，要在洛阳讲素菜，幸福作乐。继续恢恢上座，莫怪我不用情，不用情，哇！小杂好来呀！少年不自量力，天地的高，你唔地从。哼，做多个的不严肃，难生我心头之恨了啊！嚯，有呢，放下屠刀。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执迷不悟，你又奈我如何？总显能呸！到，你也敢是非本身命非？要回应嘅，你都是我杜从所编，我必定将你碎尸万段。开则碎尸万段，相当于你狠心破不了长度，将我两人抛在江中，不顾生死，做一件骨团情义，一刀两断。今天有冇教曉你？難使我兩個的心頭狠氣，太大逆出，拿命來！从上帝宫，所言相逢怎会讲？见我两人在工作，你嘅非法我不从。一出金风有所龙，结到百香为一梦。是不分享，属于性命，也要奉陪。上帝哥，你也不过一次啊！你用办法安用，你用办法安用啊！天，哦，国营太师，你多来了。也该内心难闷，难怪你难得舒服，鬼撒良药。望国营太师指点秘技啦。那是有下良药，是你自己身上的程度，
精气神所发的。那些个修道以后，各个公益生态，你有一份公益，佢就有一份公益。他两人连数，难怪你唔咩各个对数。天天还不甘心，难道就是束手无策、风云两摇的危害人间啊！放心，天天你心莫急，天生万物，物物相欠，只要你忍下来多。一个风来的通便太险的宝剑，你就能束缚鬼杀两人。多谢太师指点，我马上前往蓬莱仙岛，向给李太贤加了强勇宝剑，速要便是。山寨，山寨。富贵富源难杂你了。一日无事赛神仙，要把俺奇怪，无缘无故，心血来潮，害我屈指一算。哎呀！观音太师现得上天宫来采风来仙道，为了个加起强梁宝剑，也是无计可施啊。算账起来，偏偏修道之人来诈私下娘家。通错，上天宫来采风来仙道，我的孙杨满出娘家，都有失礼了。冒昧前来打扰，请见谅了。哪里，不敌上天宫来采此位，有何事情？无事不等三百天，今日当公来采此地，要给你加一封仙报啊！这么个东西呀、想去做东年，我为了救母，在五梁港破布刘冲渡，水底呀，冲渡就在五梁港，水流一漂，到洛阳港得了铁血，属于叶金法，实来变身鬼杀良友啊！哦，良友在洛阳港兴风作浪，声音无数。新义的父母馆菜单开了国库，建错洛阳桥，要来错付百姓。哈！你见一出也敢拆了洛阳桥，
我想说服佢，那啲有呢功力高强，我无法将其说服，因此我就哀求李太贤将一个强梁宝剑嘛。这两友法律安好，你唔要入去对数，就爱两个加宝剑哦。真是啊！上天讲，不爱考虑考虑呀。果然此番，上天讲，我哋两个加入强梁宝剑。不过两件事情，乃是观音太师插书啊，莫怪他我来报给罗出言呐。我是加减本意，许多我就吃亏呀。莫爱插书，老二台词啊！上帝讲，哦，李太贤，但不敌，你考虑的如何啊？唉，我考虑了准上司，我训练研究两口的强梁宝剑，唔要随随便便就可以嫁人啊！马该，李太贤，安托，你就不担忧？你我先辈情分，强龙宝剑，你唔系相爱么？你系咩情分唔情分的道理啊？认真陆阳讲啊，万人喺插树，有分结束啊，所以爱无想爱插树，而连抢国民啊！好啊！我此次前来，带上下去，以你要求，你确实不肯加。好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恶中去。恶中去，你系乜嘅意思啊？你放心，我唔会用枪嘅。阿嬷用意何差呀？我嘅意思，我用头啊！上帝讲，你也没生人呢，你系贤，我也系贤啊。讲头，随随便便就头嘅歌数系么？安样挨什么嘅贤啊？只要我有心，一天就能投到。我看3年半你投了，唔是按究，我3月之内一天要投到。哈？哼！你当中系李太贤系错报系么？3天就爱投，冇唔错。好，3月你冇吹跳投啦，3年半你投。30年的时间，唔是按究，一时3刻，我就能告诉。哼！一时3刻，你就爱投歌数，好，你投的歌数顺呀嘅。哎呀，李太贤，你不要怒气呀！我看你呀，已经通怒了。哼！你讲一时3刻9，爱投我嘅宝剑，你当中系3世子侮辱我啊！莫输气，东西很假，很年轻，唔很假，我也敢吃了。哦，
讲俩句话，唔知较差唔多。既然报警，你那是唔肯吃，我听我有讲，我用头嘅，嘅啊是一时口夹，让你所受的，你不要放在心上，我要告辞了。强慢，既然上帝讲雷在风来先到，要么后山准备在吹水果，以我同意吗？多谢你太贤好意，我叔父良友有劲，明日再来打扰抢。既然如此，我让你送家。多谢了。李太贤，如何？多谢了。奇怪呀，你那个倒车，车在何来呀？多谢人家强龙宝剑。